念阮的上帝，你敢知算恁开因阮心有罪，朦胧稀微，月光打四边，犹原亲像咱分开彼一暝。大声面对冰冷的空气，为什么阮洁癖的心袂当麻痹？要等到何年何时？要等到何年何时？才会当将阮背去？心爱的，你到底你到底会伫倒位？我们请许常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钟颖，我觉得你今天听你唱歌就感觉有疲态，这首歌好像都没有办法专心唱，就感觉上有很多挂记的地方啊！你们两个今天就是反而有出状况，那些地方是让我突然醒过来听你们唱歌的时候安想说这个时候很危险的讯息不能让我再看到第二次，好，谢谢。